不呀，那都伊那基啦，好那个中罪 om 喊那奈好。mahal nomita 好加米巴阿拉瓦那古干木一接啦的画面，我现在把画面切到那边去。好，在这边 om 好第6节，好，今天8月24号第6节 om 动形om 形动词感恩好。虽然说我这边是写动词字根，可是我这边所提供给大家的这些字根啊，它并没有分类哈。它其实这里有动词也有名词哈。把不拢喊来弄嘛过一点点好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很少应用到 on 型有中缀词字根的啊，sa soa len 哈。所以把波隆喊来都弄嘛过啊，安诺伊拉古嘎发那安诺米当号。如果说除了上面画面所提供给大家的这些字根，那还有你所知道的有 on 型字根的，也请大家不吝惜的分享哈。阿赖喊诺嘛不嘎嘎莫好。那在练习之前呢，那我先用短短的时间再做一次字根的复习。好，能你打过萨嘎自在啊，字根。好，印尼萨嘎自在感恩。好，如果加上 om 的话呢，是在第一个子音后面这边中间加 om。好，再接着把后面的这些 an a e n 把它给写完。好，中缀在这个地方位置。好，那么稍西多加中缀的时候，古马恩萨多好。好，萨嘎多萨也是一样哈，能跟大古萨嘎多萨拉嘎拉嘎好，我很不会弹舌，拉嘎好不行。好，加中缀的话，鲁马嘎好，那接着下来这些都是一样的哈。好，萨嘎多鲁乞丐跑的意思。好，萨嘎斯巴当日哭好，萨嘎里玛的啦好，水滴好，这边有一个喉塞音哦。好，6鲁瓦好，起来的意思哈。萨嘎比杜低任好，身体好，如果加杜米任就不是身体咯。好，萨嘎发路拉六弹不起来，搞不好歌好。歌或歌曲的意思哈。萨嘎西瓦苏瓦了好画好。萨嘎波罗萨嘎摩的打叶好，这个很像错了，放在后面。其实有时候我都有看到这个有在前面的，也有在后面的哈。好，粪便的意思。好，以上。那除了第一个字根啊，你们不可以用哦。剩下的2到10的字根，你们都可以拿来做练习。那除了以上这9个字根，然后我刚刚安妮说好，那等一下在书写的时候呢，那你就把它给写上来。好，那你打过三个字在好，第一个句型是问人的问句。那中文吃肉的人是谁？注意句子，吉玛古古玛恩奈杜弟弟，吉玛古古玛恩奈杜弟弟。好，能给你打过呢？注意句型哈，红色的部分这个字体吉玛。好，看一下中文意思，中译这边是谁的意思。好，古这个是一个标记，组个标记。好，我们先不要管它。好，古玛恩奈。好，这个字根呢，感恩。好，这边我加了 on 中缀在这边。好，变成古玛恩奈。好，加一个 ay， 吃的人的意思。好，杜弟弟。好，这是受格标记，我们一样不管它。好，弟弟是肉，好，它没有指定是哪一种肉，弟弟是泛称，好，就是指所有的肉。那不知道是哪一个肉，因为这里没有指称。好，弟弟，好，金马是谁？古马恩奈吃的人，好，赌弟弟肉，好，金马古马恩奈赌弟弟吃肉的人是谁？好，那除了这一句问句以外啊，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答句。好，那我可以回答，那我这边有一个答句提供给大家。好，
那我这边我除了基马这边改掉，我后面这边呢都没有改掉。好，基因那古古马恩奈杜弟弟，基因那古古马恩奈杜弟弟，因那是指妈妈，好，古古马恩奈吃的人，杜弟弟肉。吃肉的人是妈妈，好，这是我的答句。好，吃肉的人是谁？起码古古马恩奈杜弟弟。好，吃肉的人是妈妈。基因呢？古古曼奈杜弟弟。好，这是我的问答句。那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参考。那现在是大家的书写练习时间哦。那你的句子如果想好了，请帮我输入在我们的画面的右下角那边有一个讯息栏位，帮我输入在那里。一句问句，一句答句。那如果说答句你写不出来了，你只要写一个问句的话，也是可以的哈。那以大家方便为主。那么还有个对说明 delete 再帮我按上传上来，那我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咯。好，我们都没 delete 好，但那么你灵修读你按问人的问句这个句子。好，给大家时间书写练习。不好意思，我在这边打岔一下，线上的朋友好，那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，口语化的，好口说的方式跟我们书面化的方式哈 a n o m i d i l i t y 它还是有差别的哈。那当我们在书写练习的时候啊，尽量以正式化的书写方式书写，那口语化的话呢，就按照我们平常口说，随着自己的意思说，然后说给人家听，然后对方如果听得懂的话，那就是句子的话就是没问题。可是，在书写方面的话，尽量以正式的书面化的书写方式来写哈，这样我们的词序排列比较会正式一点哈。谢谢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啊，不要忘记写上你的中文翻译哦。那如果说，你现在手边的工具啊，如果是手机，然后不方便输入，然后也可以用口说的方式。好，那我现在有看到书贤的句子已经上传上来了，麻烦书贤首先和我们第三のみそ。はい。今马古祖米盖亚伊比温度暗，在运动场跑步的人是谁？几个照顾祖米盖亚伊比温度暗，在
运动场跑步的人是嘎造。好，谢谢苏贤。基本上你的句子是对的哈。好，金马是谁？古祖米嘎亚跑步的人。好，他这边的是那个乞丐。好，他用第三个跑，然后祖米盖。好，那乞丐呢？它是一个动词哦。那祖米盖加上中缀的时候，就可以构成动词。那基本上它的词性没有被改变哈，一样是动词。比温度暗，然后比温度暗，那在学校的话是指那个运动场，好，就是指那个操场。好，在运动场上跑步的人是谁？好，他说几个照顾总米该亚以比温度暗。好，在运动场上跑步的人是嘎照。好，谢谢苏贤，写得很正确哦。好，现在下一个出现的句子是静观的。好，静观哦，好，很好，我看到了。好，好，今天又在图书馆，很好。malah luka ibisu 好。Jimaku semua来读书啊，努棒在。好，说阿美族语的人是谁？好，他的答句是 Gina aku semua来读书啊，努棒在。说阿美族语的人是我的妈妈。好，是我妈妈，是我的妈妈。好，谢谢静观。好，你的句子也是很对的哦。好，谢谢静观。金马是谁？古苏木瓦赖，好说，好说，读书啊，好话，no 绑在。好，这边是阿美族语的意思。好，下一句是吉伊娜，它是指妈妈。阿古是我的，古苏木瓦赖，读书啊，no 绑在。阿美族语的意思，说阿美族，说美语。哦，好，你的中文说美语好，说阿美族语的人是我的妈妈。好，谢谢静观。好，对，下一个是 Sandy。好，Sandy 先，好，爱好，嗨，你好。Simaku rumagata ilalan. Jipanaiku rumagata ilalan. 走在路上的人是谁？走在路上的人是巴奈。我写错了，老师后面。记住啊，还能那后面个那个，好，嗨。还蛮爱的，蛮爱的。好，谢谢 Sandy。好，吉马古鲁玛嘎呆伊拉兰。好，在路上走路的人是谁？吉马是谁？鲁玛嘎呆走路，伊拉兰在路上。好，在路上走路的人是谁？好，下一句它的答句是吉巴奈。好，这个人名是巴奈古鲁玛嘎呆伊。拉烂。好，在路上走路的人是板奈。好，谢谢 Sandy。好来，谢谢。来，好，爱都好，好，安东阿歪都好，能跟大姑萨嘎都萨，因为这个句子有点多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边有7个句子，好，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哦。安东马哈拉盖都给说明第一套，像那个书选的马哈拉都给说明第一套，你可以先预习一下那个第2句，你可以准备去思考一下你的句子，哈。好，能跟第一大姑萨嘎都萨。那如果你还在书写第1句的话，那你可以慢慢书写，好，再帮我上传上来。那我们现在就到第2个句型呢。好，第2个句型，问东西的问句。妈妈，中文，妈妈所吃的是什么？好，主语句子是乌玛安古米嘎恩难你伊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红色的部分，乌玛安。好，中译是什么？好，这个乌玛安这个问句啊，是在问东西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词，所以它是问东西的问句。好，古米嘎恩难，好，所吃的。好，这边中文意思好，所吃的。你伊娜，好，就是指妈妈。乌玛安是什么？好，古米嘎恩难所吃的。你伊娜妈妈。乌玛安古米嘎恩难你伊娜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的答句，好，我的答句是，好，我这边也是一样哦，后面我都没有改，我只有改这个部分而已。好，乌弟弟古米嘎恩难你伊娜。
乌弟弟古米嘎恩南你伊娜。好，我这边讲的是妈妈吃的是肉，妈妈所吃的是肉。好，这个是我的答句。好，那我这边我想要加那个呢子称，那等一下你们加子称也是可以。那我的肉我不要讲这个范称，我想要改成乌弟弟 no 马鲁嫩。好，乌弟弟 no 马鲁嫩古米嘎恩难你那我改成这样好了。我想要加那个动物的名称，好，因为前面范称，我下面想要给它一个动物的那个名称，好。妈妈所吃的是鹿肉。好，有弟弟努马鲁嫩古米嘎恩南里伊娜。妈妈所吃的是鹿肉。鹿肉现在好像是那个保育类动物，好像不能猎了。哦，好，我小小声的说。好，这是我的第二句。好，问答句以上，好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下你的第二个句型。好，一样哦，帮我输入在那个讯息栏位上。那如果书写好的话呢，就帮我上传上来，谢谢大家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书写的话，就用口说的哦。那也可以参考以上的朋友所书写的哦，然后你可以看参考一下，然后用你的句子再帮我输入到讯息栏位上上传上来。其实像这样的机会啊，跟我们的族人哦，在线上一起练习、一起互相交流族语的句子哈，机会是很少的哈。我们平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遇到这样的机会哈。啊，刚刚手给他好，好，你尽量写好。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一个很像也是有中缀的停止的 lip 是吗？的 lip，然后加中缀的话叫 d o lip。哎，这个很像也是 om 型的那个动词字根的 lip。突然间想到，因为那个小孩子有时候哭闹的时候会叫他说得了盘这样子，突然间想到。好，我看到美惠老师的还在第一句哈。好，很爱多，那等一下要帮我加第二句。好，美惠老师，好，秘书啊，第一句係嗰啲，係啦，我是笨蛋姑，所以懂啊，人家的秘書第二句对哟。係，我是笨蛋姑姑這個字真好。嗨， Titi nulawarku ni ina， 媽媽所吃的是飛鼠肉。愛嗎？拉万飞鼠肉，好，对，吴弟弟，好，你的句型好像没有按照我的，起码哎，对的吗？对的，你的是第二句对，好，嘎咕咕嘛啦啦歪，好，带来第一句嘅边的能够都没衰，好吗？打嘛都，嗨，乌弟弟努拉瓦古米嘎恩那你那妈妈所吃的是飞鼠肉，嗨，阿瓦是飞鼠，谢谢美惠老师，马达麦多，哎，嗨，谢谢，好，妈妈吃的是飞鼠肉，我们这边。有几个青年很会打猎，很常看到他们抓那个飞鼠，很厉害。好，进关的一样，我帮你念哈，因为你说你在图书馆。好，进关的Umaan kumi sumu哦，Umaan kumi sumuwaran你ina isu，你妈妈所说的是什么？Usual nubangzaku mi sumuwaran你ina aku，我妈妈说的是阿美族语。好。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哦，你会显示能好给米地里看你进关，你苏木瓦兰，我覺得是不同方言別吧。不同方言表而家個就會讀米蘇木瓦來，米蘇木瓦蘭，係。不是米苏瓦烂吗？那個对米蘇木瓦來，有時候米蘇木瓦蘭，米蘇瓦蘭就好了。米苏瓦兰，因为我听对，我比较少听过这一个词。Umaan ko mi suwaran, hati lang aja ko haya suwaran。好，那我不知道说这一句是不是有各地方的一个习惯用语，好，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，如果说线上的像美惠老师刚刚说还是有人这样子说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说，各地方语的习惯用语都不一样，我们尊重哈。如果你们当地是这样子讲的话，那这一句就是成立的哈。那我们比较常听过的就是乌马安古。米苏瓦兰你伊娜妈妈所说的是什么？好，这样子哈。好，谢谢静官。好，静官的答句是乌苏瓦兰。好，乌米苏瓦兰这边是不是要加咪？乌米苏瓦兰啊，乌苏瓦努邦啊马的好，马老老外个第一句好，要萨个多萨好乌。Suanu bangzaku misumualan ni ina aku，我妈妈所说的是阿美族语。好，谢谢静官。好，那再来是苏贤的。哦，好，静官要修正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苏贤的 nomisu aido。はい。
Umaku Miraliwan 你发译，阿姨所唱的是什么？Uraliu nu Banjaku Miraliwan 宁啦，她所唱的是阿美族的歌。好，谢谢淑贤。好，马达麦都好。好，这个句子是成立的。OK， 好。我们安古米拉西万所唱的伊娜，好不好意思，法译。好，阿姨所唱的是什么？好，乌拉丢。好，我弹起来了。好，乌拉丢诺邦扎古米拉西万宁娜，他所唱的是阿美族的歌。好，谢谢淑贤。我很喜欢我们的那个人称哈，我们的那个什么称谓，法译这样子含很多身份的，很简单哈，不会像中文的舅啊、姑啊、姨呀、什么的很多。好，姓燕的，好姓燕的，其实都。老师好。嗨，你好。Mangku ni latiwan ni na kasuku matenge u pasiwaliku ni latiwan ni na。妈妈唱的是什么歌？妈妈唱的是《日出东方》。等一下，信念，你不要关喇叭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安古米拉西万里伊娜，你刚刚后面是不是还有一句？你刚刚讲什么？Kasuku matenge。它是什么？很好听的意思吗？很悦耳的意思吗？对。好，没懂啊啦，你说过啦，那好，刚刚有听得很清楚，你念的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安古尼拉西万你伊娜妈妈所唱的是什么歌？好，我们安古尼拉西万你伊娜妈妈所唱的是什么？安古尼拉西万你伊娜阿拉丢。哎，好，妈妈唱的是什么歌？因为你的唱跟歌两个分开了。如果说按巴东阿勒尼说古拉还呀，我们按古米拉西万里伊那阿拉秀的话，你的中文跟你的中文才会符合这个主语句子。好，乌巴沙瓦利古尼拉西万里伊那。巴沙瓦利东方，那个是歌名嘛？好。妈妈所唱的是《日出东方》。好，这个我听过，谢谢信燕。好，安多玛个爱好你前面那个句子，我们安古尼拉提万里伊那阿拉，就妈妈所唱的是什么歌？好，把东阿人改一过后会比较符合你的中文句子。好，静观的纠正的。好，谢谢信燕。好，你静观那一段好。我们安古米苏瓦兰，我们安古米苏瓦兰，好，这个很熟悉的，好，我们安古米苏瓦兰，你伊那一述，你妈妈所说的是什么？好，乌苏瓦努邦扎古米苏瓦兰，你伊那阿古，我妈妈所说的是阿美族语。嗨，马达马都好，谢谢警官。好，大家都给他说萨嘎多路，好，萨嘎多路是问动作的一个问句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句子哦。好，问动作的问句，第三个句型。好，中文是妈妈要做什么？好，注意句子是咪妈安几伊娜。这个句子很短。好，咪妈安几伊娜。好，妈安什么？咪妈安好要做什么？几伊娜。好，妈妈。好，红色的部分咪妈安要做什么？几伊娜妈妈。好。这个句子很短，好，我这边要给的答句是咪当当读滴滴几音呐。好，因为咪妈安是要问动作，所以我给的动作是煮东西。咪当当读滴滴几音呐。好，妈妈要煮肉，咪当当煮东西的煮，我的动作，好，这边的动作。好，问动作，我给的动作是米当当。好，做什么呢？煮什么呢？煮弟弟吉伊娜。好，妈妈要煮肉，这是我给的第三句的一个答句。好，咪妈安吉伊娜，妈妈要做什么？米当当煮弟弟吉伊娜，妈妈要煮肉。
好，谢谢。哦，可以。有的地方也习惯蒙爱进关，可以。有的人讲说你输啊烂，米输啊烂，可以。嘿啊，看你们的习惯，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哈。啊，如果你习惯是米输啊烂，是可以的。好，后面那个你输啊烂也是可以的哈。蒙爱，嘿啊，你的习惯是用咪或是你，好，都是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三句这里哦，问动作的句型，妈妈要做什么？好，就在这边。好，像那个咪啊、你啊，有的人讲说海岸线比较习惯用咪，好，有的三线是用你讲，有些人会这样子，其实它都是可以用的。好啊，就是按着我们各地方的一个习惯用语，我们的注意没有对错，只是书写跟口语还是有一些出入。那在书写的时候，尽量以比较书面化的方式来书写，那你这样你的词序排列会比较有次序，会比较可以核对到你的中文。好。好，我现在看到苏贤上传上来的一个句子了哈，麻烦一下苏贤，首先和国民弟弟看你说啥，我是阿西奔，好，都是可以的哈。好，苏贤。明晚几个早，个早在做什么？中米该几个早以比温度暗，个早在运动场跑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你的问答句都很正确哦。咪妈案做什么？几嘎造？好，嘎造要摆在前面先解释。好，嘎造在做什么？好，你的答句是朱咪盖几嘎造以比温度暗。好，嘎造在运动场上跑步。好，谢谢淑贤。然后这边脑袋又秀过去一下，刚刚很用力的在想。好。slack 那个呼吸，因为刚刚没有静止的时候，然后脑袋一直在挤那个还有什么 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叫 slack 苏 mla， 这好像也是有 的那个中缀词。好，我这边有2个单词出来了。slack 好，这边提供给大家哈。等一下啊，如果你有记起来的话，你等一下也可以用这2个单词哈。好，一个是 slack 叫 中缀的话就是 sumla， 我好像有听过这一个。一来好，美惠老师，请续 sumla 呼吸。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 drip， 好，就是我们小孩子一直在哭闹的时候啊 drip 怎么了？讲停止。好，那个新燕的，很好，有现代词哦，刚给说，带了卡过去 KTV 阿鲁马丢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去唱歌。KTV 还能没得，阿威古苏还能没得，都阿米斯古 KTV 好 KTV 还能没得好，直接拿那个这个现代词。我不知道投币式怎么讲啊。投币式，唱歌的地方，嘎鲁马西万这样子，是吗？也是可以这样子吗？嘎鲁马西万可以这样讲吗 ？KTV 就是唱歌的一个场所嘛，嘎鲁马西万。那个投币式的感觉。所以 KTV 好，一定要投批次就对了。好，谢谢信燕。好，米玛安吉苏，你要做什么？好，带啦去嘎固。好，我要去以 KTV 鲁马秀，我要去 KTV
唱歌。好，你的嘎固中文没有了，不见了。我要去 KTV 唱歌。好，你的主词嘎固，好，不要漏掉咯。我要去 KTV 唱歌。好，谢谢信燕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个部分哦。伊拉后米迪里头给说好，蒙爱多，你慢慢想哦。好，记得帮我上传上来。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到第4个句型，这边问时间的句型。好，中文我看一下。好，这边中文，妈妈何时吃肉？好，注意句子是哈古啊吉伊娜啊姑妈嘟弟弟，哈古啊吉伊娜啊姑妈嘟弟弟。哈古啊，好，这个词是用在问时间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这个哈古啊。好，哈古啊，给说呆啦，好，我们都会用到这个哈，这个所以这个句型是问时间的一个句型哈，这个单词好就会出来。好，中译好，这个中文翻译是何时的意思。吉伊娜妈妈啊，连接词好，姑妈好，吃什么呢？赌弟弟。吃肉，好。哈古啊，何时？吉伊娜妈妈啊，姑妈吃嘟弟弟肉。妈妈何时吃肉？好，我这边有一个给他答句。好，我的回答是，因为是问时间，所以我回的时候也是时间哦。以嘎拉后干吉伊娜啊，姑妈嘟弟弟。以嘎拉后干及因那啊古玛恩读弟弟。好，我改掉的部分就只有这个地方，后面我都没有改掉。好，你可以参考看看。以嘎拉后干，好，意是地方副词，句子中文翻译的时候，我们是用在，好，在哪里的意思。好，嘎拉后干，中午的时间，及因那啊古玛恩读弟弟吃肉。好，妈妈在中午的时间吃肉。好，所以他中午吃的食物就是肉。好，就是我前面讲到的那个马鲁嫩的肉。好，鹿肉。好，我itu anini mah ya matengil ko mi asupan ya 鹿肉，还有多少那个umang zel，还有那个法菲努鲁杜，好，山猪。好，这是我的答句，好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好，以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书写时间。因为我们的字根有限哈，那萨利亚廖哈，你说伊亚那多阿字跟芒阿亚都好，只是说你后面的那个句子会有不同的变化，好，都是可以用的。因为有些单词是用在这一个句型是不太适合的，那我们可以用你原来的那个字根，好，来去造这一个问时间的一个句型。好，然后到姑姑你进关来。好，尽管的我帮他念哈。哈古啊，基苏啊，鲁马嘎。好，你何时？鲁马嘎，鲁马嘎。好，来，尽管的那个也是给他画面哈，我提供给你们的那个鲁马嘎是第2个嘛哈，它是走路。好，可是你的中文翻译是跑步。好，那
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你是要跑步还是要走路，好，还是两个，一下走，一下走路，一下走路，一下跑步。好，这样很像瘦的比较快哦。人家那个运动的说一下跑步，一下走路，很好减肥。好，那我不知道你的，因为你的那个注意单词是走路，可是你的翻译是跑步。好，你的答句是 mo bay 啊 dugi， 好，加一个 mo bay 啊 dugi， 是10钟吗？10个钟吗？好，大 dugi 案，好，我们可以用打 dugi 案。好，就是10点钟嘛，你是10点钟跑步嘛？好 ，Oh my God， 好，我10点钟走路，好，比较适合跑步啦，那你就用几盖煮米盖，可以吗？警官，好，你的下面那一句，你的答句啊，打嘟给案，帮我改成打嘟给案，好，我的拜啊，打嘟给案这样子，好，谢谢警官，好。好，我看到警官在下面的回答了。好，谢谢警官。好，淑贤，好，首先给米迪丽卡你说。はい。Aku aji kacau Zumikai ibi unduan。嘎造何时在运动场跑步？都爸爸这把这紧了Zumikai ibi unduan。他每天早晨都在运动场跑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哈古啊，何时几个早？好，嘎早啊，祖米盖跑步以比温度按好，在操场运动场上。好，嘎早何时在运动场上跑步？好，第二句，杜巴巴之巴正就是每早晨每天的早上嘛，每早晨。杜巴巴之巴正。金蜡啊，朱米盖以比温度按好，就是每天的早晨都会在运动场上跑步。好，谢谢苏贤。朱米盖，好，那就是跑步哦。好，那我帮你念一下你的句子。好，哈古啊，吉苏啊，朱米盖，好，你何时跑步？mo bay mo啊，大肚鸡案，嘎咕啊，煮米盖，我10点钟跑步，这样可以吗？警官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多多多米达，多多多米达，大家都敢弄，好，问地点，好，问地点，好，这边问地点，问句，问地点，好，中文，妈妈在哪里吃肉？好，注意句子，一猪啊，吉伊娜啊，姑妈恩都弟弟。一猪啊，吉伊娜啊，姑妈恩都弟弟。好，一猪啊，好，它是一个问句，就是问地点的一个问句。吉伊娜妈妈，好，这边姑妈恩吃，好吃什么呢？吃弟弟这边肉，好，一猪啊，好，红色字体部分中译在这里，好，在哪里？吉伊娜妈妈啊，姑妈恩吃。我们按国民干单弟弟好肉，一出啊起因啊阿姑妈都弟弟，妈妈在哪里吃肉？好，我这边给他的一个答句是好，这边我改一个地点哦，一出啊就是指一个地方，好问地点，所以我也要给他一个地点。你们可以看到句型这边哦，都有教我们怎么去运用这个句子。好，一是非。吉伊娜啊，姑妈都弟弟。伊斯费吉伊娜啊，古玛恩杜弟弟。好，伊斯费好，我们在我们的部落是指一个集会所。好，在集会所，妈妈吃肉，所以妈妈在集会所吃肉。好，这是我的答句。伊斯费吉伊娜啊，古玛恩杜弟弟。好，这是我的答句。好，我看到进关的哈啊，好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一句哦，在哪里问地点哦？好，一住啊，在哪里？要给他一个地点。好，后面句子好，看到进关的哈古啊，给说阿朱米该好，
你几点跑步？我的拜啊，大肚吉安搞过啊，祖米盖。好，谢谢静官。好，印尼都静官。好，印尼都在哪里？好，一抓住祖米盖，给他一个地点。静官沿用你这一个句子，祖米盖要给说，那你在哪里跑步？哈古啊，何时？像金管理的话，哈古啊是何时？如果你的中文是用几点是比那都给说啊，主米该会可以的话，就这样子用哈。好，那你就用这一句去回答下一句，问地点，你跑步的地方在哪里？像我的部落啊，以前在我小时候很少听到 sfi，是在学族语的时候我才听到 sfi。小时候听到的是因为打鲁安这样子。哦，有的地方语像我们那个部落的啦，不是所有的部落，像我的那个娘家小时候的部落就比较习惯用打鲁安这样子。好，好，马拉维到姑姑你进关来哈，那其他的朋友也继续写哦，哈。好，一组啊，技术啊，朱米盖，嗨，你在哪里跑步？好，一比朱拉散，嘎咕啊，朱米盖，我在学校跑步，嗨。一组啊，在哪里？好，你的问句哦，一组啊，在哪里？技术好，代名词，人称代名词，你啊，朱米盖跑步，好，下一句你的答句是一比朱拉散，好，比朱拉散，学校。嘎咕，我啊，主米盖跑步，我在学校跑步。对，好，谢谢警官。好，有的人讲说比出沙蛋、比提利蛋、比公古案，好的这几个词啊，都是指学校。好，很多好，就是按照我们的地方习惯的用语，哈，都可以。好，所以进关的是比朱沙蛋。好像我们的话，我们会讲比迪利蛋这样子。还有的南部一点的，像恒春的，就会说比公古案。公告诶，好，它是一个外来语。好，谢谢静观。好，好，马拉维大姑姑你苏贤，好，苏贤，好，你说多。Itu aku wawa ni panai a tumangit. Panai 的小孩在哪里哭？Ila rumah nu fiau jimla a tumangit. 他在邻居的家里哭。好，谢谢苏贤。好，你的问句是一组啊，古娃娃你搬来啊，都忙一场。这边应用的是哭。好，第四个字根。好，那一组啊在哪里？古娃娃小孩，你搬来的小孩在哪里？好啊，都忙一哭。好，伊拉鲁玛诺菲要邻居，拉鲁伊家里吗？伊鲁玛诺菲要。邻居的家吗？伊拉鲁玛里面，在里面拉鲁玛，在里面邻居紧拉啊杜芒尼兹，他在邻居的里面哭，伊鲁玛，伊拉鲁玛。好，书写你的
可以改成家吗？伊鲁玛努菲要金拉阿杜芒一起，拉鲁玛是里面。所以家里是用罗骂就好了。伊鲁玛家里。哦，好好，我改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哦，苏显，拉鲁玛，我看一下哦。拉鲁玛在屋内，也是指屋内、家里、屋内。好，这个可以啦。不好意思，伊拉鲁玛屋内，好，在邻居 if要呢，可以，好，可以的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苏显，你这可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苏显，好，信燕的。好，信燕，给说多。Joa que so a Mateo. Hai. Tila ni panay a Mateo。好，谢谢信念。好，现在没有在 KTV 了哈，在哪里家唱歌？在板奈家那边唱歌。好，那也是投币式的吗？没有投币式了哈，把那一家的不是投币式的。好，我看一下信念的哈。伊朱阿给说啊 r u m a t h o 你在哪里唱歌？好，这一句问句好是对的哦。好，伊迪拉在那里？伊鲁玛家，你把奈谁的家？把奈的家啊 r u m a t h o 唱歌。好，在把奈家那里唱歌。好，信念的哈。好。好，伊拉鲁玛，伊鲁玛诺，我刚看一下，它这两个是可以，这个句子是可以的。伊拉鲁玛好是在屋内，伊鲁玛是家，哦，好，在邻居的家里，这两个词都是可以的。好，等你都给答。好，问原因。好，为什么？这里问原因的问句。好，中文，妈妈为什么吃肉？好，能你大姑拿注意句子。Now kumaan ci ina tu titik。Now kumaan ci ina tu titik。好 ，now 好一个为什么出现为什么的时候，通常它是一个原因哈，在问原因。好，kumaan 吃 ci ina 妈妈 tu titik 肉。好 ，now 为什么？好，中译这里有红色的字体。好，kumaan 吃 ci ina 妈妈 tu titik 肉。妈妈为什么吃肉？然后姑妈恩吉伊娜杜弟弟。好，我这边给的答句是米巴猪杜芒之古尼亚论。好，我这边没有鹿肉了，我换成莽治。好，为什么吃肉？是因为部落在杀三枪满治。好，米巴猪。都芒这古尼亚勒，好，是因为部落在宰杀三枪。好，这是我给的答句。好，你把住，好，是宰杀杀猪的意思。都芒治了，好，这个芒治呢是指山枪。好，古尼亚勒，好，是指部落。好。然后古马恩吉伊娜杜弟弟，好，米巴族杜芒治古尼亚勒，好，是因为部落在杀那个山枪，好，有山枪，所以才会吃得到肉，好，这是我给的一个答句。好，以上提供给大家。好，当那么那么当古年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
像刚刚进关的啊，在跑步嘛，在学校跑步，为什么要跑步？好，你也可以接这一句。像那个信燕的啊，唱歌，那为什么要唱歌？好，其实像我们阿美族啊，唱歌的时候就是可以抒发很多不同的心情哈，有些是快乐的，有些是比较哭丧一点的，都有哈，就是抒发你不同的那个心情。好，像书写的话，它的句子是小朋友在邻居的家里哭，为什么在那里哭？好，我们也可以沿用我们的这些句子，啊，沿用到问原因这个部分。好，好了，我如果你进关好，now 朱米盖技术好，now 为什么朱米盖跑步技术？你为什么跑步？好，这是问句。那进关的答句是 now 喊你因为好，马乌拉喜欢嘎咕好，我啊连接子朱米盖跑步，因为我很喜欢跑步。因为我喜欢跑步，很好，谢谢静官。好，我们有很多运动选手哈，很多原住民的运动选手，都是国家队的，出去跑步比赛都有很好的成绩。好，进关的很好，是沿用上面的那一句哦，新念的也可以沿用这个唱歌。为什么要唱歌？好，数贤的也是哦。小朋友为什么哭？好，我们可以再把那个句子一直延伸，一直延伸，一直延伸下去哈，你就会可以写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句型，你就会有很多的句子出来的。不要小看你自己哦，每一次这样子写，这样子写哦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你到底能写出多少的句子，真的很可观。好，现在是8:03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8点要休息。那现在已经8:03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在上线的时候是8:13，那我们先休息个10分钟。那如果你的句子还在书写的话，那你就继续传上来哈。那我们等一下10分钟后，我们就继续讨论，弄成一球这样子，默默喊哦。好，一干麦，然后当都干麦喊了啦，米阿拉姑那个什么那个弟弟，就是一三啊嗨啊弟弟，哈、就是在锅子里面的那个弟弟，哈、一三啊，好，有的人讲说三啊，好，有的叫拿费，好，都可以。拿费的话，它是用日语的介词，哈啊，有的人会讲说三啊，好，就是那个汤锅的那种锅子，哦，小时候有这样特别的印象，所以我用这个句子来去做造句，哈，这个就是我的答句。好，第7个问方法，妈妈如何吃肉？妈安呢？你伊那啊姑妈恩杜弟弟。好，我的答句是当努干妈恩你伊那啊姑妈恩杜弟弟。好，妈妈请用手吃肉。好，好，以上好，这是分享给大家的。好，参考参考。现在是大家的书写时间，好，一样哦。把你上一句直接延伸下来，你又会有不一样的句子，然后你的句型就会不同了。好，像进关的，好，是怎么个唱歌？好，像那个信燕的是怎么个唱歌？然后进关的是怎么个跑步？好，像书贤的是怎么个被打？好，好问方法。脑力激荡一下。
有没有人要照我刚刚就是想到的那2个 om 型的那个动词字根 sla、sumla？好，如果有的话呢，你可以用这个单词，好，练习造句，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停止的 l d o m l 好，这个动词字根。那其他的线上朋友啊，我们也可以在那个通话中的讯息栏位啊，把它拉下来，然后可以参考其他朋友所写的一些句型啊。好，我们可以参考他们的句型啊。好，不要吝惜分享你的句子哦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学习。好，书写你的句子好了吗？金光，你的句子好了吗？心燕，好，美惠老师，好，还有其他的朋友们，好，好，心燕的，好，心燕，那么来，Anang kisu alumateo，摆正固低啊alumateo。你如何唱歌呢？用肚子出力唱歌。好，我了解你的意思，你是要用丹田，是不是？丹田在胸，肚子，肚腔。肚腔，好，好，谢谢心愿，好。马安嫩一数啊，鲁马丢，好，我们在这边的话，你要用一数马安嫩努米数马安嫩给数，好，我们要用的那个代名词的话，可以用一数，吼，好啊，鲁马丢，好，一数或是努米数可以，吼，好，五把一只人古迪亚鲁马丢，好，好。把一只人古迪亚啊鲁马修，好，那个 o， 哎，我好，乌迪亚古巴一只人啊鲁马修，如果是你前面要用 o 的话，那你的迪亚跟把一只可以颠倒一下，好，乌迪亚古巴一只人啊鲁马修就是用你的肚子，好，用肚子用力唱歌。好，五把一只人古迪亚啊鲁马修。好，这2个词如果颠倒的话，会比较完整一点。好，心燕。哎，老师再讲一次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好，吴老师，好，吴老师，你看一下心燕的句子。马安嫩给数啊鲁马丢。好，这边给数的话，我们代名词要用一数或是努米数。好，就是按着各地方的用语习惯用语用一数，有的人习惯用给数。有的人习惯用一数或是努米数，哈，就看你怎么习惯用哈。马安嫩努米数啊鲁马丢，好，这边的话，不太能用给数，然后再来它的答句是五把一只古迪亚啊鲁马丢，好，它的五把一只古迪亚还是
diasku 把一只人啊，lumatiu 是用肚子去用力嘛，不是用力肚子。哪里？吴老师，你看一下。我刚进场看不到他的文章。好，啊，那我念给你听哦。好， Maanan gisu 啊，lumatiu，这是他的问句。Maanan Mana isu aromateo？ 啊，好，所以不能你要怎么用 gisu。唱？Mana isu sama mana nomiso sama mana isu， 这个是习惯用，他们喜欢用那种简结好，合。下一句回应呢？好，upa ijelku dias 啊，lumatiu。upa ijelku dias 啊，lumatiu。它中文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用肚子出力唱歌。哦，我把这语序不是这样写，是底下用底下在先嘛？我底下古把一只人啊，lumatiu。对，我底下用肚子，我底下我把一只人啊，lumatiu。好，谢谢吴老师。好，谢谢吴老师。好，心念。好，好的。我底下我把一只人啊，lumatiu。嗨，用丹田。如果不加五的话，就摆正骨底下阿鲁马丢也可以。嗨，把一只人古底下啊，lumatiu 对。你可以觉着不一下。要用力，这样，把一只人古底下这样。好，你可以觉着一下，你看你要不要加那个 o。好 ，o 的话，它可能会限制它后面的那个词的一个持续，哈，好，词的一个顺序。谢谢心念。来了。嗨，好，你进关那一度，好，进关的在图书馆哈。好，我一样帮进关念哦。马安嫩伊说啊，祖米盖，你如何跑步？哈利基啊，祖米盖嘎固。好，我很快的跑。好，你看哦，马安嫩，你后面多了一个 en，好，你可以在下面哈利基 n，好，哈利基 n，好，你可以再加一个 en 啊，朱米盖嘎固，好，哈利基 n 阿固啊，朱米盖，好，你可以加后面哈利基 n，哈利基 n，好，多一个 en，好，你的这个会比较好一点，你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快的那个，好。多加一个 en，好，哈利基 n 啊，朱米盖阿固，哈利基 n。哦，好，你这个词序啊，哈利基 n 阿固，你把它放到前面，你的词序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符合你的中文字义。哈利基 n 阿固啊，朱米盖，你的词序会比较好，这样会比较符合我们平常的那个书写。嗨，好，我看到了。好，书写，你说爱多。嗨，我学信燕。马嫩努拉娃娃阿杜玛耶，那个小孩如何大便？白泽人古迪亚阿杜玛耶，肚子用力大便。好，马嘎达爱好古马迪拉用力大便。好，马安嫩努拉娃娃啊，杜玛耶，马安嫩如何努拉那个娃娃小孩啊，杜玛耶好大便，那个小孩如何大便？把一只人好用力。好，古迪亚好，这边的话可以不用哦，好，就持续就可以了哈。啊，杜玛耶好，就是肚子用力大便。好，谢谢书贤。好，进关的哈。马安嫩伊说啊，祖米盖你如何保护？哈吉盖恩阿姑啊，祖米盖，哎，很好，谢谢警官。好，马达麦都好，好，我们下一句。好，这个啥什么姑娘还要过？好，这个是第6节的最后一句哈，我们就到第6节就到这边做结束。那我们再看到第7节，也是 om 型的动词哈，阿拉六。好，我刚刚有讲到，那我们 om 型的，好，吴老师，等一下你可以提供我们其他 om 型的字根吗？名词字根，因为我这边好，我们平常生活用得到的一个 om 型字根啊，比较少，好，不是就只有这些啦。就是我们可能常运用得到的比较有限。
哦，好，那很好，吴老师再帮我看，如果说有其他的话，再帮我们加上来。好，那我们的一样是用那个这些 on 型的动词字根。好，那我现在用的是第8个，除了第8个这个 la 六，好，这个 la 六很不会弹舌，哥哥 la 六弹不起来。好，是歌。好。那 rumah siu 的话就是指唱歌，好，一样，好，就是把 om 好这个中缀放在第一个子音，好，跟啊母音的中间，好，就会变成 rumah siu，好，就是指唱歌的意思。好，那个你打过三个字在句型肯定句，好，中文。妈妈唱歌好，我们看主语句子哦。Rumah siu 及 ina 好，红色的字体 Rumah siu 好，就是唱歌的意思。La siu 是字根 om 中缀 Rumah siu 唱歌谁及 ina 妈妈好，这个句子哦。好，大家先不要写哦。那接着就是疑问句，好，中文字好，中文。妈妈唱歌吗？好，我们这边加的疑问句是后面这个部分问号咯。好 rumah siu ci ina。好嘛，把东来一点点个问句号。好，这两个句型都是一样的哦，只是在第二句的时候，把这个句型呢改成问句。好，那改成问句的时候呢，请你在后面加上这个好，那你这个句型呢，肯定句它就会形成一个疑问句。好。那我们等一下在书写的时候呢，肯定句跟疑问句一样的句型，那第二句再帮我改成疑问句，好，一次帮我写2句。好，我们现在书写，好，书写时间。现在的句型不一样了，前面都是问句，然后给你呀，那么以后你按那个字根呢，我们继续沿用到现在，你的句型就会又有变化了。哦，好。好像那个信燕的唱歌用丹田唱歌，好哦。拉六这边是好，金马的古鲁马西歪，好信燕，好金冠的，好金马的古祖米盖埃，好书贤金马古多马伊埃，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些句型再慢慢的延伸下来。好，这2个句子很简单哦。还给你东阿拉那过后你那个 om 型的字根哈 sla sumla d l duml， 好，看能不能应用在这里。
好，我们阿拉外多过你心愿，好，心愿的剧情已经上传上来了。好，心愿，早先后过米迪里看你说。好的。maka kako minukai maka kisu minukai 好，我走路回家。你走路回家吗？好，所以你的对象不同了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。好，lumakat gaku monogai，好，这里是应该是要写 minogai，好，我懂。好，只是说可能手就是敲的时候手可能比较开一点。好，不然就是那个电脑会自己选字。好，再来就是 lumakat gisu minogai，好，你走路回家吗？好，谢谢心燕。lumakat 走路。老师，嘿，请说。那如果后面再加那个一起啊，一起回家要怎么讲？你哪一句？第二句吗？就是其中一句都可以。哎呀我们一起回家。马哈格隆吗？一起。嗨，嗨，好。哈，dilisan yo. Semua lah itu kisah midi saya kisah kau kunang dilisan. 平常外教。哈格隆kita，我们一起。好，来啦。嗨，好。好，苏显的，好，继续哭。好，你的小朋友继续哭。好，苏显的，来扫先后。哎，多玛耶兹古拉娃娃，那个小孩在哭。多玛耶兹古拉娃娃，好，那个小孩在哭吗？嗨，好，谢谢苏贤。好 d o m a n g e t 哭。好，古拉那个娃娃小孩，那个小孩在哭。d o m a n g e t 古拉娃娃，好好把这个句型呢改成了疑问句，就是要在后面加好。那个小孩在哭吗？好，谢谢苏贤。好，进关的，我还是一样帮你念哦。好，朱咪该给说哆噜咪阿咪阿。好。哦，好，你的肯定句呢？嗨，好，你没有写肯定句，你直接是那个疑问句。好，了解。嗨，朱咪该嘎咕嘟噜咪阿咪阿。好，是的，我每天跑步。好，谢谢静观。好，朱咪该给说哆噜咪阿咪阿。好，你每天跑步吗？哈咦。朱咪该搞过的罗米阿米阿，是的，我每天跑步。好，大家都马呀马朗伊带了多诺原住民腔调，跑步，跑步。哦，好，谢谢那个静观。好，带你都给大家读萨嘎杜鲁否定句。好，我们来看否定句。好。中文，妈妈没有唱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主语句子哦。在爱嘎鲁马六几音呐？在爱嘎鲁马六几音呐？我还是弹不起来，很不会弹。在爱嘎，好，这是一个否定。好，没有。好，个否定就是没有，不，从来不的意思。哈，鲁马六唱歌，谁？妈妈。好，妈妈没有在唱歌的意思。好，这一句否定句。好，我们可以试看看这一句哦。好，我们一样可以沿用你的那个单词那个字根。好，你再用不同的句型方式再去造句。好，你这样你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句子句型了。哭的就继续哭，跑的就继续跑，唱歌的就继续唱。回家的像心念的回家了。好，心念没有回家。
你萨拉麦虎巴布达尔没有回家。好，书写时间给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否定句，中文妈妈没有唱歌。好，我们的主语句子妈妈没有唱歌是 Zaaiga rumahliu jiina。Zaaiga，好，这里是否定，没有，不，从不，好的一个否定的单词 rumahliu，好，唱歌，好，谁唱歌呢？妈妈，好。Zaaiga 没有 rumahliu 唱歌，吉娜妈妈没有唱歌。好，用这一个句型来去造你的句子哦。啊，不可以用我的哦。啊，你可以举一反三。好，在下面有很多的字根，你可以拿一个来做练习。那除了是第8个 rahliu，好，不可以跟我一样哦。好，那你就可以造别的。好。好，信念的，好，信念的秘书哎，好，首先我们第2的秘书。在家鲁马嘎吉拉阿梅努盖没有走路回家。好，谢谢信念。好，在家，好，它是否定，鲁马嘎走路，吉拉，好，吉拉是一个人而已哈，吉拉，在拉就是复数了。好啊，米努盖，好，回家，他没有走路回家。好，谢谢信念。好，进关的，好，在家，朱米盖嘎古杜。鲁米阿米阿，好，谢谢静观。好，在埃嘎没有朱米盖跑步，嘎固我读鲁米阿米阿，好，就是每天我没有每天跑步。好，谢谢静观。嗨，麻烦埃嘎们好，很好，就是一个字根，你可以一直用不同的那个句型哈，可以列出很多很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句子出来哈。好，不错哦，我们下次不要选，你就固定用一个就好了，然后造出不一样的那个句型练习出来啊。其实有很多很多诶，我发现你们从头到现在写的时候，好，书写的。嗨，Zaaiga tumilen zangla i gala nunu gilang，他们没有站在树下。好，谢谢苏贤。在嘎，好，杜米任，在嘎没有杜米任，好，站着，好，张辣，好，这边是指他们复数。一，好，在哪里呢？嘎拉恩诺，好，底下，好，谁的底下呢？好，努吉浪，好，树的下面，好，树底下，好，他们没有站在树下。好，谢谢苏贤，好。你的句子很好，很棒。好，伊莱火汉，好，那伊莱火国米迪丽莎，那么好，好，线上的朋友们，那我们就继续写哦，好，继续写。那我们就是现在在进行到这个祈使句这个部分哦，好。啊，还没，不好意思，在这个被动句跳过来了，好。句型在这边，好，就是被动句这一个句型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文，好，歌被妈妈唱，好，主语句子马拉六你伊那古拉六，好，马拉六，好，这边拉六歌它用妈，好，这边妈被动，好，马拉六，好，被唱，谁唱？你伊那妈妈，好，唱了什么呢？歌，好。歌被妈妈唱好，马拉修，你一那古拉修，我又弹不起来了，拉修，好，这边好，这里是被动的句型，好，歌被妈妈唱好这一句，好，我们来试看看哦。如果说你可以应用其他的字根的话，也是可以。那如果你不想应用，哈，你想变化成把你的句子变化成被动的句型的话，也是可以的哈。好，
我们接着写这一句被动的句型。好，书写时间。像信业的话是走路，被走了，是随意走动的意思吗？被走了，路被你走过了。这样怪怪的。好，我看到书选的，书选的，好，好，书选你衰。嗨，makaan no bushi gula asu，那只老鼠被猫吃。猫吃老鼠，好，谢谢书贤。马嘎恩被吃了，努不西，好，猫古拉那个树，好，老鼠，那只老鼠被猫吃了，好，谢谢书贤。现在的老鼠好像不怕猫呢，猫现在也不太抓老鼠，我不会像以前的，真的是会那个野猫啦，野猫会抓老鼠。老师是不是要有受词才能用被动？马嘎恩努不西古拉树，你要把它放在哪里？你是马嘎恩都努不西古拉树吗？被吃了。好，就选这样也可以了啦。马干努布西古拉多，那只老鼠被猫吃了，除非已经被猫吃了，你才要剁啊。马嘎恩马干剁努布西古拉，那个老鼠已经被猫吃了，你才要剁。啊，现在就那只老鼠被猫吃了，这样就是一句完整的啊。嗯，老师，我意思说，是不是要有受词才能改成被动？像那个哭，应该没有被哭，因为它不能哭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被哦，跑也不能被跑嘛，所以它要有那个受词才能改被动，这样。对了，哭没有说被哭的道理。好，所以没有被哭。嗯，好，现在是静观的。
马嘎恩斗你巴奈古弟弟肉被巴奈吃了。好，对，好，这边就有受词马嘎恩斗你巴奈古弟弟。好，被吃的肉被巴奈吃了。好，谢谢警官。好。马当一草没有马当一草。好，马拉嘎，诶，马乞丐。马乞丐的话，在那个圣经里面，就是该跑的路，马乞丐呀啊乞丐，该跑的路，跑尽的这一句话呢，吴老师，马乞丐呀，该跑的路，在乞丐人， Machikai to niraku. 在乞丐人，是吗？该跑的路， Machikai to niraku. Tachikayan ni orip. 好，在生命中该跑的路都走。Machikai to niraku. Rarakatan ni orip. 好，那所以还是有马乞丐哦。好，那这个比加是在那个圣经里面会出现的。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祈使句。好，下一个祈使句是肯定的祈使句，中文唱歌。那主语句子是有两种哈。好，一个是 garuma siu， 好，这边是用前缀 ga， 好，这个 garuma siu， 好，下一个呢是 rasiun， 好，用 en 在后缀这边，好 rasiun， 好。这个是不同的情境或是地方语的习惯哈，就会有不同的一个说辞。好 g a r u m a s i u 跟 l a s i u n 都是指唱歌，要唱歌的意思。那祈使句之前有提过哈，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ga 有促使、命令、请求跟禁止语的一个意思哈。那好，这个后缀这个也是一样的哈。好，那就是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说辞，还有那个各地方语有的习惯用 rasiun， 好，或是有的是说 garumasiu， 好，两个都是一样，是肯定句的祈使句，唱歌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试看看哦。好，我用这个祈使句，好，用这边好其中一个，或是说用你刚刚的那个字根来去书写这一个祈使句、肯定句。好，看到进关的，好 g a d o m i r e n 好 d i r e n g e n 好，起立，请起立，好，很熟悉的一个句子，好，在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九阶里面有出现这个，对，我们用的那个 d o m i r e n 起立 d o m i r e n 哦，第七个，好，进关的用这个 d i r e n 是指身体，如果加 m 就会变成不一样咯，就是起立。好 d o m i r e n 好，就是指起立的。好 d o m i r e n 好，起立两个意思都是一样的，是祈使句，好，就是一个命令句。好，信燕的，好，信燕。哎，kalau 你说都 maka minukai makaten minukai 走路回家。走路回家，好，好 g a r u m a g a t aminogai， 好 g a r u m a g a t 好，你的那个前面那个啊，可以帮我把它并在一起，不用把它分开哈 g a r u m a g a t aminogai，
好，把它连在，好，分开，好，rumah kat 啊，mino gai，好，rumah garden，哦，后面那个啊，ra garden，那后面那个不适合用中缀了，好，你看一下我的那个上面的这边，好，那是问我这边没有又加中缀哦，它这边不适合用中缀，好，我们没有那个 rumah siwun，好，我们没有用中缀，好，我们用后面这个 la siwun，哈，就是把歌给唱了的意思，哈。那你这边的话就拉嘎顿啊，米努盖这样子难怪念起来怪怪的。啊，你有发现？好像没听过。拉嘎顿的。好，很好，你有发现到，好书显的。嗨，嗨，嘎鲁姆瓦，鲁瓦圣，起床。卢瓦圣，好，嘎鲁姆瓦斯，卢瓦圣，卢瓦圣。吴老师伊拉古马蒂那伊达苏阿罗，卢瓦圣，kalau muat 可以，卢瓦登是另外一个，不叫起床，很像不是起床了哈，不是它这起床，个卢瓦很像不适合浮起来，用在肯定卢瓦句的。登，卢瓦登就浮起来这样。它是不是就是扶人家起来的意思？卢瓦用登，卢瓦登，我们卢瓦登不会是起床，是要扶起来，对不对？把它给对，扶起卢瓦来。浮起来，卢瓦登等。卢瓦登，可是我们前面会加巴卢瓦登，卢瓦登，卢瓦登，给它浮起来。好好，可以哈，书选有点就是扶正的意思，所以这边卢瓦的话，它不适合用在肯定的祈使句这边，祈使句的肯定句。那如果是出发呢？出发，它可以这样，因为我查它好像，所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鲁瓦是什么意思？卢瓦起来，或者是起来也是叫卢瓦。那卢瓦也有圣就不是出发的意思，也有出发，有的地区叫出发的。卢姆瓦多吉达的卢姆瓦多吉达就是也有出发，还有一种卢姆瓦就是起来，我们起来了，卢姆瓦多吉达这样。啊，所以鲁瓦圣就不是起来的意思。不是，不是，怎么那么奇怪？卢瓦登就好像卢瓦登就把它帮人家扶起来。哦，是扶起来。它就是有扶正的意思。哦，好，好吧，就是把它给扶正的意思。好，谢谢苏贤。好，那我们就到最后一句了。我们再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，我们把这第7节 Om 行鲁麻丢好这上半部的部分哈，祈使句现在是换最后一句否定的祈使句，不要唱歌。好，我们再来读给高夫刚刚好这边上面的这一句，好，我们只是把前面加上了一个否定，阿嘎嘎鲁马丢，好，这边不要，阿嘎嘎鲁马丢，不要唱歌，好，这边的话要注意一下哦，下面这边的话，如果是你用下面后缀这边的话，那中缀这边就不要加喽，好，阿嘎拉西问，好，这两个好一样，跟上面的意思是一样，不同的情境，然后就会有不同的说辞，也会有不同的习惯，就会出现不同的说辞。好，以上我们把这个句型书写完，剩下几分钟的时间。好，书选的。哎，阿嘎嘎当日，阿嘎当一阵，不要哭。好，阿嘎嘎杜芒日，不要哭。好，另外一个是阿嘎当一阵，好，一样好，就是不要哭。对，好，这个这两个当日就可以用在祈使句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发现哦，新的这个鲁瓦上面那个就不能用在祈使句。好，不是所有的那个词根都可以应用。好，谢谢淑贤。好，我们那个当一阵，就是不要勉强他。
也可以叫阿克当一针，不要强迫他，也有这种意思。哦，所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除了我们平常所知道的当意是哭的意思，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勉强，是吗，吴老师？强迫他，阿克当一针，阿克当一针，这样不要强迫他，这样不要哭求他，不要哭求他，不要哦，哭求。是不是前面要加一个巴？阿嘎巴当一阵。有听过说阿嘎巴当一阵，就是不要强求他的意思。哦，好，谢谢吴老师。对，他还有一个意思，好，阿嘎当一阵，阿嘎巴当一阵，好，就是不要强求他，不要勉强他的意思。好，谢谢吴老师。然后再来是静观的，静观的是阿嘎祖米盖，好，诶，还可以再写一个阿嘎几嘎燕，好，好，不要跑的意思，不要跑步，阿嘎几嘎燕，好。好，阿嘎煮米盖，好，谢谢静观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是9:01，那我们这边，哎呦，好，出现了，好，静观的阿嘎煮米盖，不要跑步，阿嘎几嘎运，好，不要跑，好，不要跑步，哦，好，谢谢静观，好，静观的2个都有出来了哈，好，哎，还好没有插入，都在你的那个名字底下，好，出现了2句，好，谢谢。静观的前面第一个少一个嘎，阿嘎嘎祖米盖。OK，哦，好好好，好，有，好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吴老师，好，阿嘎嘎朱米盖，好，阿嘎几嘎燕，好，我刚漏掉了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静观，好，阿嘎嘎朱米盖，嗨，好，马达麦多，好，谢谢静观，好，好，那现在是9:01，已经到我们下课的时间哈。谢谢线上的朋友们哈，参与今天晚上的课程。好，希望你们都可以学到很多，我们彼此造就自己哈，精进自己的主语能力。好，台尼亚照顾比娜娜比林秀伊达读书啊，努阿米什努邦扎好，把憨憨都比达安妮妮好，好，三个阿燕多个福点努那么好，祝你们有一个美好。好， Aray, Yum. arayom. 好，来，好来。好来。